来看国内即马普发现金已经起行，这新德市呢是会搁加分5000块，准备后个月伫个议会通过，伫个明年2月的时阵就会当来发放。也毋过最近在网络顶头所传出讲，这条钱呢，这发放的对象有可能是排除好野人甲军公教，市政府是出面来驳回，讲这拢是假消息。 新德市进前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，拍算编预算，要发予市民一人5000块现金。议会把准备伫12月会通过，上紧伫明年2月就会开始发。不过最近网络顶传出，市府会针对发放的对象增加排付条款，佮要甲军公教排除在外。市府赶紧出面澄清，讲这是假消息。近期有谣言指称，主市府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有排付条款，以及排除军公教。新竹市政府已经严正澄清，再次重申，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无排付、无排除军公教。 新德市是全台湾第一个宣布要发现金予民众的县市，就是新德市民除了有中央的1万块，计当加领5000块。有市民讲，家己足幸福的，摆好运用这加出来15000块。像这15000块吼，像阮这种买菜人会使摕来买较济鱼啊，买较济肉吼啊，牛排嘛会使买，啊，搁买较济菜，算讲加菜啦嘛，袂歹。政府有发1万块，然后新竹市又发5000块，那我们家刚好4个人，加起来6万块。如果比较大型的家具要换的话，譬如说我就想买一台冰箱，一起用还蛮好用的。市府指出，只要伫今年9月30进前，户口伫新德市的民众，拢会当领这5000块，其中65岁以上的时段会直接入口做，其他是透过 APP， 也是直接到银行领，总人数大约会超过45万人。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。